嚟到四國呢3個景點唔去真係走寶㗎。今日 GBA 帶你一次過玩轉大埔圍觀光船、藤蔓橋同小便小鎮，跟住我哋支旗仔出發。第一站大埔圍觀光船，1500 yen 就可以坐30分鐘船穿越 V 型峽谷。呢個被譽為日本最美溪谷嘅秘境，兩邊都係200米高嘅懸崖，氣勢磅礴，而啲溪水清到連魚仔游水都睇得一清二楚。跟住嚟到日本最驚險嘅藤蔓橋，祖谷藤蔓橋係日本3大奇橋之一，有800年歷史，全長45米，有14層樓高。成條橋用藤織成，行一步搖3下，木板罅隙大到你會睇到腳下8米深谷，真係驚到連個心都嚟一嚟啊！最後嚟到超搞笑嘅小便小鎮，小朋友雕像配合溪谷嘅背景，望落去佢好似小便落條河度咁。快啲嚟同佢擺翻個同款 pose， 影翻張最騎呢嘅旅行相啦！ 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